2000年9月，一個後生仔誠惶誠恐咁樣踏入大學嘅校園。佢出身屯門一個清貧嘅屋企，平時九龍都好少出去㗎。一下子入咗浸會大學好出名嘅新聞系，同學仔好多都係名校出身。佢突然間感覺到好大壓力，擔心自己唔夠人爭啦，更加擔心人哋點樣睇佢。一開始嗰陣佢都幾自卑㗎，唔敢主動同同學傾偈。不過佢知道唔拋低過去嘅包袱就好難突破自己。於是乎，佢積極參加學校嘅活動啦，透過同學嘅認同，慢慢建立起自信。但係去到2年級嗰陣，因為佢主修廣播新聞啊，要入去電視台或者電台面試做實習記者，最緊要係講嘢清晰。呢個時候，老師同同學先話俾佢知，哦，原來佢黐脷根㗎喎。於是佢攞起錄音機一錄，自己聽翻，原本建立嘅自信心一下子又唔見晒啦。好多人同佢講黐脷根冇得搞㗎喎，一係你就做手術，一係就跌埋心水，唔好做電視台啦。嗰陣時佢冇錢做手術，排公立醫院咩？又唔知要排到幾時。不過好在佢由細到大咧都習慣咗要盡力解決問題。於是乎佢每日嘥3個鐘頭，左手揸住份報紙，右手揸住錄音機，自己讀完又聽，讀完又聽，然後再逐個字去改，然後俾老師去聽下，同學聽下，睇下自己有咩問題。最終到咗暑假，佢終於如願以償入咗電視台做實習記者啦。到佢做咗記者之後，個世界又唔同咗啦。面對住高官社會嘅精英，呢個鄉下仔要鼓起勇氣，攞出自信，勇於發問。本住記者嘅天職，佢要拋低過往嘅包袱，拋低自卑嘅心魔，甚至去到世界各地採訪。最後佢發現，只要肯試嘅話，一定會進步㗎，而且世界一定比想像中更加大。如果當初唔肯改、唔肯試嘅話，唔知今日又會係點呢？啱啱呢個故仔其實係我一個小秘密。好多人有自己嘅問題、自己嘅缺陷，其他人會覺得微不足道，但係永遠有苦自己知。我哋可以選擇視而不見，舒舒服服咁樣停滯不前，又或者我哋可以勇於踏前一步面對問題。有時要迎刃而解，比想像中更加容易。細個讀書成績唔好，爸爸會同我講：努力過，問心無愧就得啦。到我出嚟做嘢，亦都係揸住呢個座右銘，努力去實踐。當中可能會遇到好多困難，甚至結果未如理想，但係睇返轉頭，我已經賺咗啦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努力去嘗試，望返轉頭，得到嘅一定比失去嘅多。